大吼。我即马吼，较加班即个词，阮较早定定听到，而且吼，差不多是迄早期啦，真侪人的迄个啥，一个吼常用的生活台语语词啊，较早的人有定安尼讲吼，较加班。毋过我发觉吼，即20-30年后吼，敢若已经足罕的听到啊，吼。啊，我迄天会甲写即个较加班即个词，是因为吼，拄好顶礼拜佫听到，哇，欢喜一个吼，有够欢喜的吼。啊，吼，即摆已经有感谢团长已经甲答出来吼。即个较加班吼，到底是啥物意思吼？到底是啥物意思？好，咱来看吼。我怎伊答迄个毋是较加班迄个吼？我看小等下哦。顶摆我有答一条迄个伫咱的啥？咱的内顶悬有一个较加班。哦，有啊，我找着啊吼。迄个对话理解吼，啊，坎特我有写着C two哦，这确实是迄个啥 C two 的坎特吼。来，我直接念一遍吼。阿芬就讲吼，阿叔啊，今仔日哪会无来？吼，阿芬就安尼问啦吼，你问讲，阿叔啊，今仔日哪会无来？阿明吼，佮甲应讲吼，反正伊毋知今仔日爱来啦。阿明佮甲阿芬应讲吼，迄个吼。阿叔啊，可能伊毋知影今仔日爱来吼。即当阵阿芬佮甲阿明吼，佮甲讲吼，讲较加班伊咧毋知爱来。吼，即较早人真正是直接安尼讲，怎啊实在有够少听着。阿芬讲吼，较加班伊咧毋知爱来。即个意思就是吼，我直接讲，即个意思就是呢，伊绝对知影今仔日爱来吼。较加班，咱来即马吼，来欣赏即个语词的迄个用法甲写法咯。我感觉台语水就水伫遮吼。啥叫做较加班吼？意思就是讲吼，做互你，莫讲即遍伊迄落知影爱来啦，做互你佫加吼10000遍来讲吼，伊嘛是拢知影爱来。伊即个吼，即个万是有夸饰啦吼，就讲吼，迄个就是讲要甲啥加强。要甲加强啥？加强讲，伊绝对知影今仔日爱来，吼，迄个伊一直甲加强，所以咱台语才出现一句叫做较加班，吼。即个词吼，即马伫个吼专线伫使用，已经是我所在哦，真少人咧使用，但是吼，伫较早是足侪人咧讲的吼。伊的意思哦，我讲一遍哦，就讲，我凊彩佫举一个例吼，互大家对这个词较熟一下哦。亲像讲做讲，伊迄个啥，伊迄平常时吼，拢安尼凊彩清一下吼，伊是毋是厝内无通好过？因兜是毋是无钱？做讲另外一个人伊若知吼，伊就应讲说，加班因兜伫无钱，因兜的钱吼，迄落吼济甲哪啥呢？较加班因兜咧无钱。意思就是讲，因兜是足有钱的，吼，因兜足有钱的，较加班，佫互你吼，佫互你迄个啥，足济遍来讲，我嘛是知影因兜足有钱的啦，吼。所以这个语词吼，伫遮甲大家了解，这是到店无收这个较加班连台日大书店吼嘛无收入去吼，但是